黃金在3000以上，從古人類文明千百年來，黃金始終在追問同一個問題：什麼樣的價值體系才能真正承載人類文明的重量？黃金價格突破$3000關口，這個數字不僅刷新了人類金融史的紀錄，更像一面照妖鏡，折射出世界百年變局中隱藏的深層次矛盾、大國地緣政治博弈的暗流湧動、美元霸權體系的搖搖欲墜，以及信用貨幣體系對全球財富的隱性掠奪。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到布雷登森林體系的崩塌，從蘇聯解體到中美博弈的白熱化，黃金始終以它獨有的方式記錄着人類文明進程中的每一次重大轉折。黃金價格的百年戰爭，權力更迭的金屬見證者，在人類金融史上，黃金從未真正褪去其貨幣之王的威嚴。儘管紙幣體系在20世紀中期徹底取代了金本位制，但每當世界陷入重大危機或權力格局發生劇烈變動時，黃金總會以驚人的漲幅重返歷史舞台中央。第一次世界大戰，金價的戰爭日價戰爭爆發僅3個月，倫敦金市便從每盎司3.94英鎊飆升至8.41英鎊，漲幅超過113%。貴金屬的流動直接反映了帝國主義列強的利益重組。1929年大蕭條，紙幣體系的信用崩塌，股市崩盤後3個月，道瓊斯指數下跌48%，黃金價格卻逆勢上漲26%。美聯儲的緊縮政策暴露了金本位制度的致命缺陷。第二次世界大戰，黃金的戰爭經濟學。珍珠港事件爆發當天，金價突破$35大關，創下當時歷史新高。盟軍通過租借法案向蘇聯輸送黃金，納粹德國則通過掠奪黃金儲備。布雷登森林體系崩潰，美元霸權的黃昏序曲尼克松宣布關閉黃金窗口，金價從$35飆升至$85。這不僅是貨幣政策失靈的標誌，更是美國全球戰略轉型的預兆。百年變局的序幕，烏克蘭戰爭與美元霸權的動搖。2022年2月24日，俄羅斯對烏克蘭發起特別軍事行動的同一天，黃金期貨價格突破$2000關口。這場戰爭不僅是地緣政治的分水嶺，更是全球權力轉移的催化劑。當$3000的金價在電子屏幕上跳動時，它不僅是貴金屬價格的數字遊戲，更是人類文明進程的度量衡。